这两天的天气是无啥稳定，湘北、桃园甲新竹受到真大雷公雨，造成桃园机场的飞行机慢飞，也有部分的飞行机换伫咧小港机场降落。嘛因为透风落雨的关系，台北市传出38件的灾情，造成3个人轻伤。那这款天气的形态，估计会到今仔日中昼。桃园机场航班之前看板的人看到自下昼2点过了，航班拢总是改时。因为台湾的北平甲东平的区域天气歹，落大雨，雷雨包影响航机的飞行路线。拄到飞机的旅客讲，降落前半点钟，袂输敢第一坐混桥飞车同款摇摇摆摆。大概可能有20-30分钟，半个小时。接近台湾的时候，对，接近台湾，对。然后可能这在上空滞留，一直没办法下来。因为天气歹，包括北迪航空、深圳航空、长荣航空、虎航、千武航空、全日空，总共有6台航机全降落伫咧小港机场。台北市下昼夜落大雨，风正透。内湖有路树倒去，成功路4段167项，也因为大雨土石松动，树仔自边坡下来，有民众拄好经过手受伤。在当时受施工的因架被风吹甲强要倒来。马兰派出所协助做交管，做完交管之后，请他们找工班来马上处理。气象专家讲，今仔日4月7日，依然有方便的继续通过台湾，中岛进前台湾附近水气正饱。可能还有一小波残余的这个封面的水汽会再通过，但是目前来看的话，不会像这个今天早上那么的强。再来就是4天的清明连假，气象署提醒讲，拜2、拜3雨会小停一下，不过拜4清明的时阵，如果另外一波方面瓦近，到时台湾北东边的水汽会变多，温度也会降落，天气会变做无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